各位新粉大家好，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我係新仔，每日為你爆響口，睇通透。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多謝各位。大家好，我係新仔，歡迎嚟到新仔好生活。今集要同大家講嘅係一個令好多香港人都好有感觸嘅現象——北上消費。啱啱放完復活節加清明節長假，相信大家都收心養性返咗工。不過大家有冇發現今次長假有個好誇張嘅現象，就係港人北上消費嘅數字簡直係嚇死人啊！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單新聞係來自香港01嘅報導，大標題係清明節假期深圳吸金21億，而副標題就係港人廣東預訂酒店熱度激增8倍以上。我哋先睇下呢啲數字有幾誇張。根據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嘅初步統計，喺剛剛過去嘅清明節3日假期4月4號到4月6號，深圳全市接待咗超過321萬人次嘅遊客，實現旅遊收入高達21億2千萬人民幣。你冇聽錯，係21億。當中港人嘅貢獻真係功不可沒。旅遊平台同程旅行旗下嘅 HopeGo 平台數據顯示，清明期間香港居民透過平台預訂廣東地區旅遊產品嘅訂單量同比增長超過咗3倍，而當中酒店預訂嘅熱度更加係激增咗8倍以上嘅。唔單止數量多，消費模式仲升級咗。有深圳酒店職員話，呢段時間香港人去深圳嘅消費模式已經由傳統嘅購物掃貨升級為休閒度假。港人對中高檔酒店、親子主題房、溫泉度假同特色餐飲嘅需求尤其突出，好似深業上城嘅無印良品酒店咁。職員就話，清明節前後嘅房間全部賣晒，香港人中意嚟呢度住酒店，順便行下商場食下飯。你睇下人哋深圳一個清明假期就賺咗香港人咁多錢，旅遊收入仲要成21億。咁我哋香港呢邊又吸到幾多內地客呢？同一時間，入境處嘅數字就顯示，由4月2號到6號5日假期，總共有超過275萬港人出境，按年增加咗接近1成2。同期內地訪客呢，只有大約49萬人，按年增約1成4。兩個數字一對比，港人出境係275萬，內地訪客先得49萬，相差足足5倍幾。就算只睇清明節正日同前後嘅內地3日假期，首2日加埋都只係得25萬5千人次內地旅客訪港，即係話我哋嘅消費力源源不絕咁湧咗去深圳，但人哋嘅消費力就冇乜點樣流到嚟香港。就算撇除數字，單睇旅客嘅評價都夠令人尷尬。早排有個從重慶嚟香港玩嘅嚴小姐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話，香港係既有城市也有海邊，點知俾人誤聽成香港係舊城市也有海邊，仲喺網上爆紅咗。雖然係誤聽，但係舊城市呢3個字或多或少都反映出某啲內地旅客心目中對香港嘅印象停留喺一個比較舊、冇乜新意嘅階段。點解會搞成咁？點解港人北上消費越嚟越厲害，內地旅客南下嘅意欲就唔係好高？好多人都會話係價錢問題，深圳食嘢買嘢平好多，但係其實今時今日嘅深圳消費，某啲方面已經唔再係絕對便宜，尤其係中高檔餐廳、酒店，價錢同香港嘅差距已經收窄緊。咁點解香港人仲係爭住去？其實答案好簡單啦，就係服務質素啊，地方大啊，選擇多。你喺深圳商場行街，店員普遍服務態度好，唔會黑面。你喺餐廳食飯，地方闊落，唔會逼到背脊阻住隔離台。你想玩樂，選擇多到你眼花，由室內滑雪場到大型親子樂園，由精緻咖啡店到巨型商場，應有盡有。呢啲嘢正正係香港因為地方細、租金貴、人手不足而好難做到嘅嘢。講到底，呢個已經唔單止係錢嘅問題，而係一個體驗嘅問題。港人留港消費嘅心似乎已經留唔住。咁點解內地旅客又唔係好願意嚟香港玩呢？我哋自己又有冇做好本分呢？講真，香港嘅主題旅遊點似乎真係有啲老化同沉悶。以前大家嚟香港必去嘅就係維港夜景、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呢3件套。但係呢啲景點對於見慣大場面嘅內地旅客嚟講，仲有幾大吸引力呢？海洋公園曾經係香港嘅驕傲，風頭一時無兩，但而家呢，2024-25財政年度海洋公園嘅整體虧損達到2億7千幾萬，比起上一年度蝕7千幾萬，虧損幅度大幅擴張咗接近3倍。水上樂園仲要蝕成1億5千萬。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都忍唔住話，水上樂園係一個大白象工程，建議不如改成滑雪場或者交俾康文署管理。有評論更指出，海洋公園食老本，冇新意，同香港迪士尼嘅距離只會越走越遠。至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雖然經營狀況比海洋公園好，但係佢嘅魔力對於內地旅客嚟講，亦都唔再係咁獨一無二。隨住上海同北京都有迪士尼，內地旅客仲有咩必要專程落嚟香港玩呢？簡單講，我哋嘅旅遊產品已經出現咗複製性高、獨特性低嘅問題。除咗主題公園，香港仲有好多極具潛力嘅沿海區域可以發展成為特色旅遊點，例如屯門嘅青山灣、李景灣嘅海濱、西貢碼頭等等，全部都係坐擁無敵海景嘅靚位。理論上呢啲地方好適合打造成海邊酒吧區、海鮮夜市，吸引遊客同本地人消費。但現實呢，以西貢碼頭為例，呢度曾經係香港後花園，海濱酒吧餐廳林立，夜晚飲住啤酒，吹住海風，唔知幾寫意。但係近日有網民分享話，西貢碼頭一帶嘅海濱餐廳竟然已經變成一間間吉鋪死城。昔日燈火通明嘅酒吧餐廳大多重門深鎖，連經營多年嘅士多都執埋。網民慨嘆，而家做中高檔西餐酒吧好難做，租金咁貴，根本回唔到本。仲話不如改建成海景大排檔賣燒賣魚蛋好過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諷刺。我哋成日話要搞活夜市，搞活夜經濟，但係連現有嘅海濱酒吧區都守唔住，仲點樣吸引人？呢度就帶出咗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香港喺規劃同執行上似乎欠缺咗一份長遠嘅策略，好多時都係為做而做。我哋見到人哋搞主題公園成功，我哋又搞；見到人哋搞夜市，我哋又諗住複製，但係我哋有冇認真諗過呢啲項目適唔適合香港嘅土壤？有冇做足市場研究？有冇為參與嘅商戶提供足夠嘅支援？我成日覺得香港係一個好有趣嘅矛盾體。我哋一方面有全世界最頂尖嘅金融體系、最高效率嘅基建、最自由嘅資訊流通，但另一方面我哋搞一啲貼地嘅關於市民生活體驗嘅項目，好似成日都甩甩流流，缺乏一種人味。如果香港再唔積極自救，繼續食老本，我真係擔心會死路一條。咁究竟有咩出路呢？我認為有幾點真係要諗清楚。第一，我哋要重新審視同活化現有嘅旅遊資源。海洋公園同迪士尼係咪一定要死抱住個主題公園嘅模式？可唔可以融入更多本地文化元素，例如港產片主題、懷舊香港主題，令佢哋變得更獨一無二？其他沿海區域，好似西貢、屯門、李景灣，政府可唔可以牽頭大膽啲重新規劃？例如喺西貢海濱，唔好再局限於傳統嘅餐廳酒吧，而係引入更多互動式嘅體驗，好似水上活動中心、街頭美食市集、文創手作市集，令成個地方變得更有活力。第二，政府要主動出擊，用更靈活嘅政策去扶持新嘅營商模式。正如有議員建議，可否考慮將屯門青山灣一帶打造成漁人碼頭，推出水上巴士，串聯附近嘅沙灘同景點？呢啲建議係好嘅，但需要政府帶頭拆牆鬆綁，例如放寬海濱用地嘅用途限制，簡化食肆牌照嘅申請程序，甚至提供租金優惠或免租期，吸引創業者進駐。好似紅磡海濱活動空間嘅短期用途已經開始招標，計劃發展餐飲、娛樂設施同文創空間。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但係點樣落實得好，仲有好多細節要諗清楚。第三，要大膽引入新思維，唔好怕蝕底。正如網友所講，香港要搞夜市，其實可以參考台灣、泰國嗰夜市經濟，唔係要搞到好高檔，而係要夠地道、夠親民、夠多元化。可唔可以暫時放寬一啲現有嘅嚴格條例，例如容許喺指定嘅海濱區域有限度咁擺賣小食、飲品，甚至容許商戶半價，甚至初期免費進場經營，等佢哋有空間試水溫，慢慢吸引到人流，建立咗口碑之後，再逐步調整收費。呢種做法可以令一班有心創業嘅年輕人用較低成本去投入心思，設計出真正有香港特色嘅產品同體驗，否則淨係租金同牌照已經玩死你。我哋不妨睇下隔籬新加坡，佢哋點樣搞夜經濟。新加坡政府為咗推動夜繽紛，今年8月起啟動咗一個為期1年嘅試點計劃，放寬新加坡河一帶開設酒吧同夜店嘅條例，仲容許業者喺星期4、5延長賣酒時間到凌晨4點。此外，新加坡亦都放寬咗街頭表演、市集同埋餐飲等牌照嘅限制，
將駁船碼頭一帶嘅街道劃為行人專用區，方便舉辦活動。佢哋做嘅就係拆牆鬆綁，靈活變通。新加坡旅遊局同業界合作，將夜間體驗打造成一個系統性嘅文旅設施，由濱海灣花園嘅夜間燈光 show 到克拉碼頭嘅酒吧區，全部都係經過悉心規劃，目的就係要令旅客由日間遊覽模式轉變為全時段體驗模式。相比之下，香港嘅夜經濟政策似乎仲停留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階段。我哋唔係冇靚景，唔係冇人才，唔係冇創意，我哋欠缺嘅可能係一種破釜沉舟、願意改變嘅決心，同埋一個有系統、有遠見嘅長遠規劃。我成日覺得香港嘅海港係我哋最大嘅資產，維港兩岸嘅夜景聞名於世，但除咗睇夜景，仲有咩可以做呢？可唔可以參考新加坡克拉碼頭嘅模式，喺尖沙咀海濱、中環海濱，甚至啟德郵輪碼頭一帶劃出特定區域，發展成有主題嘅海邊酒吧同美食區？唔一定係起名店，而係可以俾多啲本地嘅年輕創業者、小型精釀啤酒廠、特色小食店有一個落腳點。只要規劃得好，呢啲地方絕對可以成為吸引旅客同本地人嘅新地標。如果香港再唔積極啲，唔單止留唔住本地消費，連僅有嘅內地客同國際客都會被其他城市搶走。好啦，今集就講到呢度。你哋對港人北上消費呢個現象有咩睇法？你覺得香港可以點樣做先至可以留得住人？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下。記得幫手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嘅影片。我哋下集再傾，拜拜。好啦，單料就講到呢度。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記得撳個 like、留言同埋分享出去。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多謝晒。